即马根据这气象署的分析呢，中度风台用流是按算对花莲甲台东即带来定律，对东部甲南部是会造成真大的威胁。即马家己东少的蚵仔呢，是因为顶届风台损失8成，也即马咧风台又搁要入来，所以一寡蚵农是赶紧出来抢收。一领抢收回来蚵仔，蚵农把握时间来做处理。家己阮东少的蚵仔，因为顶届风台造成8成左右的损害。蚵农惊刷落来风台，佫会造成影响，所以趁也未有风雨，赶紧来抢收。啊，丹纳斯风台砍一个，就风台放一个，我蚵仔就还差不多7、8成去啊。啊，阵若搁即个来，哎，无紧收起来，若搁降雨，拄好今年就真惨嘛。这早转来现收的啦，现采收转来。即个你咧，东港的，安尼较瘦嘞，搁较细面。破蚵仔青蚵仔说讲，风台甲乌边仔拢吹到海去，虽然蚵仔才拄要开始大尔，即摆风台又搁要来，大家赶咧抢收，破出来蚵仔较瘦较细嘛无法度，总比拢无通收较好。大家拢会惊啦，即个做甲遐厉害吼，过来吼，足惊啦。啊，今仔大家有出去抢收无？有啦，啊抢收加减啊收啊无，我本钱下足济落啊。除了蚵农会惊以外，甚至因为丹那西风台造成沿海房厝受损的民众嘛，同款真烦恼。厝内拄整理好，结果海去的所在还阁等要修理，即摆风台阁要入来，大家只会当尽量做准备，希望风台大来影响莫遐尔大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